喺氣候挑戰日益嚴峻嘅今日，金融機構肩負住推動可持續發展嘅責任。BCT 作為香港領先嘅退休金受託人，我哋都希望為氣候行動出一分力，以邁向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嘅目標。我哋相信每一筆投資都可以為地球帶嚟正面嘅改變。我哋喺投資嘅時候會將 ESG 元素納入喺投資決策當中，管理氣候變化帶嚟嘅長遠投資風險。BCT 自發因循積金局嘅可持續投資應用原則，並制定負責任投資政策，為我哋喺挑選同埋委任投資經理時提供清晰指引。包括氣候變化在內嘅 ESG 因素，可以對強積金計劃嘅投資風險同埋回報成果造成重大嘅財務影響。因此，我哋嘅環球投資經理都會喺投資決策過程中積極體現可持續投資原則。事實上，我哋相關基金投資經理嘅母公司都簽署咗 UNPRI， 即係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代表佢哋會致力將 ESG 考慮因素納入喺投資分析同埋決策流程入邊。而自2023年起 ，BCT 都進一步加強咗 ESG 嘅承諾，將 ESG 嘅元素加入為成分基金嘅投資策略之一。我哋嘅投資決策唔止睇回報，更重視企業嘅環境表現。例如 BCT 喺2024年，無論碳排放定係用紙方面，都節省咗7%。另外，我哋向供應商提供綠色選擇準則，續約時，供應商亦都需要提交 ESG 資料，從源頭提升採購透明度同埋環保效益。我哋透過中央系統統一訂購，減少包裝浪費，簡化物流流程，降低碳足印。另外，為響應業界改革積金易，我哋 BCT 早喺幾年前積極投放資源發展數碼轉型同 BCT Apps， 鼓勵強積金成員多啲採用電子方式管理佢哋嘅強積金。截至2024年，我哋透過 WhatsApp 觸及超過15萬位客戶，並透過電郵、短信等等同超過10萬位客戶互動嘅。我哋近年製作咗好多投資教育短片，減少實體 seminar。我哋嘅 YouTube 頻道截至2024年已經累積超過430萬次觀看，進一步體驗我哋對無紙化嘅承諾。同年，我哋亦都引入咗全新工作流程，用電子方式處理發票，大幅減少紙張使用。對內，我哋注重 ESG 培訓，新入職嘅同事需要完成相關內部培訓。同時 ，BCT 致力推動以人為本嘅職場文化。除咗提供室內空氣質素 IAQ 認證嘅辦公室，我哋仲推出咗 Wellbeing Friday 同 Refreshment Day 嘅活動，全面照顧同事身心健康。對外，我哋 BCT 成立咗企業社宅委員會，聚焦於青年發展、長者福祉、環境保護等範疇，包括自2009年起支持香港都會大學嘅長者學院，推廣長者終身學習，亦為年青人舉辦職業生涯講座，致力培育下一代。BCT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嘅指引，已於截至2024年12月嘅管治報告中開始披露計劃投資組合嘅碳足跡，標誌住我哋喺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邁出重要嘅一步。未來嘅一年，我哋嘅 ESG 團隊已就 ESG 管治與投資、氣候行動與持份者合作同埋以人為本嘅 ESG 文化3方面制定咗發展嘅方向，進一步推動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同減碳承諾。